韓國人嘅婚禮同香港人嘅婚禮真係好大分別。我啱啱就去完我同事嘅婚禮啦，第一樣嘢最驚訝嘅呢，就係佢哋對黑白完全冇唔吉利嘅想法啦。咁我去日本嘅時候，嗰啲婚禮嘅利是呢，都係白色信封底，再加金色、紅色咁樣嘅裝飾。韓國嘅信封呢，就真係白色底，跟住用黑色字印住祝結婚，咁就完啦。另外就係佢哋嘅婚禮非常之咁速成啦，大部分嘅婚禮呢，即係30分鐘至到1個鐘頭嘅啫。新郎新娘入場啦、致辭啦、行禮啦、表埋宴啦、影埋相都唔使1個鐘頭，有時仲會飛埋揭頭紗同埋交換戒指嘅呢個環節嘅。咁喺個場地度行完禮之後呢，就會趕鴨仔咁樣趕你去隔離度食飯啦。食飯亦都好得意嘅喎，就唔似我哋咁樣呢圍埋一圈食飯啦，而大部分呢都會係自助餐形式嘅，而且佢係冇劃位啦，所以呢大部分人都可能有機會同一啲三唔識七嘅人一齊坐埋食飯啦。重點係呢，你想留多陣都好啦，啲職員都係會趕你走嘅，因為呢一個場地呢，下一對夫婦就即將要行禮啦。你覺得韓式婚禮好啲定港式婚禮好啲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